大家好，我係基福小樹苗 Angel Grace。我擁有一顆紅色嘅心，呢一顆心代表天父賜予俾我嘅愛。作為基福嘅代表，我嘅使命係傳遞愛同埋感恩。各位同學，想唔想同我 Angel Grace 見面啊？我將會喺3月28號嘅基福20周年校慶嘉年華同大家見面。歡迎各位同學帶我返屋企，成為屬於你自己嘅 Angel Grace。嘉年華當日會有一個屬於我嘅攤位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我有2個尺寸，大嘅就120蚊，細嘅就60蚊。除此之外，嘉年華仲有 Angel Grace Treasure 攤位，呢個攤位係由我哋學校嘅 Net Teacher 組織嘅。只要喺 Angel Grace Treasure 攤位裏邊贏得一張金券，你就可以免費帶我返屋企噶啦，仲有機會可以贏得可愛大字母嘅鎖匙扣。期待喺3月28號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